来平安，来老大。也现在其实咱每一个人做的东西，我唔知咱是唔在咱的心内，都一定健康、活咱所相信的独一真实来做这个大愿。是因为这首诗我内底甲咱讲，独立以外，独一真实，会记来咱每一个人的心内，记来咱每一个人知对待，原咱每一个人会当摒清咱的心。独立真实，独立以外，咱就要来听这首诗歌。
的心意，互伊来领传。伊是咱的主，独一的上帝，全家阮伊敬拜，为了耶和华。伊对天落雨水，灌溉伫土地，伊互地有出产，收付咱命令。无论啥款天雨，独独我靠伊，我甲我的主，菩萨耶和华。是，无论啥款天雨，独独我靠伊，咱甲咱的主，菩萨耶和华。咱就来用这首诗歌。心所
有诶，咱期待主会当应咱第4篇、27篇第7节，安尼讲，耶和华，我出声求你，求的是求你听我，搁求你怜悯我，应我。是，咱每一个人拢期待主会当听咱，嘛会当应咱，伊会当聆听咱每一个人的声。但是，当主伫咱的心内底，甚至伫咧咱的心门外口，咧甲咱讲，听我的声，就是讲毋该，咱是也有愿意咱安静咱的心，听主的声。伫咧静静听这首诗歌内底，甲咱讲，静静听，我要静静听，我要暗耳通听主的声，静静听，伊要静静听，我的牧者聆听我的声，伊是大牧者，生命的主宰，我的一生只听从主的声，伊是大牧者，生命的主宰，伊的名聆听伊的声。是，伊带咱行行